牧师、列位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三个弟弟上帝听甲咱同在。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主爱永远伫在你的信息到万世代。今后迄去的人，就爱伫你的面前来敬拜，来服侍你。阮正向的姊妹来到伫你的面前。我们用阮的心、心灵来敬拜你，你的神就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也通过你的听的扶持，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也领受主你恩典、烧热的听甲祝福，倒转去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事业的中间，来见证上帝你是搁活搁真的上帝。愿主爱主伫今仔日就引带阮。互你的话真做阮的帮助，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感恩，靠耶稣的名，阿们。真多谢咱的牧师做大众传播的这个介绍其中我只有来讲一项代志。咱有当时咧做宣教的事工，有当时咧想讲，咱来不择手段互一个人来得救，你赞成的人举手。不择手段就是领人归主，不择手段领人归主，不择手段领人归主，对吗？对吗？不对。所谓不择手段，就是好的嘛用，歹的嘛用，拢总甲用叫做不择手段。咱要引带人信主，你就要光明正大。你听迄个人，帮助迄个人，迄个人到尾欢喜，对你来信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你如果不择手段要他信耶稣，他后来也不择手段会害你。你如果不择手段来互伊来信耶稣，你就是甲伊教讲，你做任何代志还不择手段，就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所以伫这样子的顶面，当时新安广电视台特别上链的时，迄阵100台全国拢100台安尼但是迄个时阵咱要上链的，后来咱无钱通上链了后的时，咱钱期待进入到伫公益电台。总是咱知影所有的电视台拢8大行业控制住什么叫做8大行业？这就是黑道行业黑道行业所以咱去有一个伊是黑道后来信主因为行这道的。甲咱讲安尼恁若要有电视台 OK 啦，我嘛 OK 啦总是阮甲迄个 Good TV 下架，互恁上架，赞成的人举手。好佳在迄个时阵，咱总会会决定，你若要互阮起哩，你就互阮起哩。我们不要用不择手段的方法。来传播耶稣是又真又实、真正的福音。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咱今仔日来到伫上帝面前，咱咧做福音的事工，咱咧听人，是要用真诚去爱他。其实我本来是顶礼拜爱来，我讲堂嘛拢准备好总是后来知影讲，咱的牧师目睭爱休困安尼所以调整一礼拜，所以我去重新准备安尼遐尔拄好，今仔日来知影讲，咱今仔是中保代祷勇士的迄个差遣，那像上帝拢知影因为我每一遍去到伫一个所在咧讲，拢是讲互迄长的人听尔。因为我甲上帝讲迄长的人我毋捌，总是你捌，你知影迄长的教会的需要是甚物货。所以今仔日我用的题目就是
耶稣搁一遍呼召学生，耶稣搁一遍呼召学生。啊，我相信其他日耶稣嘛要搁再呼召咱，搁一遍呼召咱。今日都是搁偌济了后的第3主日。啊，咱用约翰福音书21章1节到19节做伙来分享吼。耶稣搁一遍呼召门徒，耶稣搁一遍呼召门徒。啊，咱看约翰福音书20章的这记载，伊讲这本册的记载是要互人认捌耶稣基督。啊，我底下有寡妇讲要你们继续信，就是讲毋是你信一遍尔定，你要继续信甲你离开世间。所以这个信是持续 ing 的迄个信安尼吼。啊，这是约翰福音书伊写的这目的，要互咱认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吼。啊，这段圣经通讲是咱传福音、带人归主上介好的一个范例吼，的范例。咱看耶稣基督伊过活了后，有显明互足侪人看见。学生嘛对耶稣对3年半久，啊，拄仔来到耶稣基督死过活了后一个高潮，啊，就是耶稣基督过活，学生就感觉讲耶稣已经。对耶稣已经到一段落啊，吼啊，可能嘛好通结束啊，安尼吼啊，所以这学生耶稣过活了后的事，因刷入去，就想讲啊，对耶稣到一段落啊，咱嘛爱倒转来做咱的代志安尼吼做一段落了后啊，咱应该来看要安怎吼啊，以前也未对耶稣的事所做的工作，即嘛嘛倒转来做安尼，所以因就倒转去。安尼讨喜，就倒转去讨喜。因为想讲对耶稣到遮就已经一个坎站啊，嘛 OK 啊，3年半久嘛 OK 啊啦，吼啊耶稣嘛再见啊安尼吼。啊，所以这是通讲对学生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一个过程安尼。啊，总是咱看见耶稣就毋是安尼啊，耶稣伊感觉讲。学生真正要对我，这个时阵才开始。学生要对我是这个时阵才开始安尼。所以这学生是将来要做接我的棒，要传上帝个福音，要引带人归向上帝。啊，所以那安尼，甚至因拢得爱到最后爱牺牲来表达因对我的迄个真情。所以伫即款情景的下面，通讲甚至遮个学生，迄个过程真无顺，因嘛得爱对我，这是耶稣一个期待，一个愿望。所以毋是到遮煞，即马开始，得要来才开始那点。所以咱看这段圣经的时，是耶稣已经出现7遍。互足侪人看见，出现学生是第3遍，总是耶稣这个时阵所在做的工作是啥物？伊搁一遍扮演迄个最后晚餐，甲学生洗骹做萝卜的这个角色。这遍呢是甲学生准备早顿，一遍甲学生洗骹是伫最后晚餐，这遍是甲因准备早顿啊咧。所以咱伫讲到伫约翰福音书的这段过程的中间，咱会通分做几部分。检查因为时间的缘故，咱无法度通完全来讲一部分。总是我第1场会讲一部分，第2场会讲一部分安尼吼。所以若要搁听第2场的，你搁刷落去无要紧安尼吼。所以这段圣经咱应该是爱对迄个。约翰福音书伊的规本的这个圣经来看耶稣基督伊安怎来做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安怎来招学生？那第一部分就是耶稣出公生涯的时吼，伊怎样来得到这学生，来得到这学生？学生约
约翰福音书伊会咧描写学生对耶稣甲其他的强观福音无啥共款啊。约翰福音书伊直接咧描写就是头一部分是行洗的约翰将伊学生介绍给耶稣，然后耶稣佮拄着腓力钓鱼做学生，然后就是腓力去将耶稣介绍给拿但业所以咱看去讲耶稣在引带这学生的时阵，在呼召学生的时，这个约翰福音书在描写无啥共款，无啥共款。咱看去一项就是耶稣在招这学生是渐进式的，毋是一时这12学生拢总来，无是渐进式的。第一个案例，咱看去耶稣这学生头一个就是耶稣约翰将耶稣介绍给2个学生。其中一个叫做安德的所以约翰这2个学生看见耶稣经过然后约翰就甲伊讲看上帝羊羔就是担当世间人的罪，所以直接咱看去讲因听到了后就来对耶稣，这是耶稣的约翰伊推荐学生和耶稣做学生或者学生。对本来的老师转耶稣，即摆大家拢讲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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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大家拢要人拢要我来我家己，结果伊将学生甲伊撒互耶稣，这是咱看见一个案例中间真特殊的。内底咱看见这个行洗的约翰伊安怎做？伊先认捌耶稣的身份，才介绍人。互人认捌耶稣，介绍耶稣因为伊爱先经验耶稣，体会耶稣证明耶稣是上帝囝，然后才来互人认捌耶稣。所以首先伊爱有充实了解耶稣到底是几罪。约翰讲：我已经看见，所以恁来证明伊是上帝囝。现在我来用水甲恁行洗礼，是要互以色列人来认捌伊，所以行洗礼约翰伊本身家己有认捌耶稣，然后伊才来介绍耶稣。假使这物件我无食着，我讲这足好食，你嘛无一定会相信。检查因为我讲的话，你相信我讲的话，总是迄个物件无一定是好食。就是行洗礼约翰，毋是，伊是先认捌耶稣了后。才来将耶稣介绍给人。咱看伊安怎来介绍耶稣？伊先认捌耶稣伊安怎来介绍耶稣？咱想看觅，到底你若要将耶稣介绍给人的时，你要用什么款的方法？头一个行洗约翰，伊讲，我做证，我喊话，关于伊，我捌讲过，伊是对于我来，却比我较伟大，因为我出世以前已经存在。所以我要敬拜上帝，我要所敬拜耶稣基督，伊是伫我还未出世的时，伊已经先存在咱看见耶稣的时，伊已经有伊的耶稣还未出世以前的先存在，所以伊是甲上帝边的一个对象安尼第二项就是行洗约翰，伊发现这个耶稣真丰富对伊的丰盛，我领受伊的恩典，佮恩上加恩，所以咱要做见证，也是讲像行洗约翰。我已经感受到耶稣是一个丰富的耶稣，所以你家己若无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你的丰富，丰富无拄拄是讲到食山珍海味叫做丰富啦吼。迄丰富的定义真大，即马足侪人咧讲回归简朴就是丰富安尼吼。所以咱就看讲行洗的约翰，迄个时阵伊就感受到耶稣是一个丰盛的上帝，所以伊介绍耶稣。第三，
耶稣诚做这个恩典甲真理的桥梁。咱甲上帝遐，上帝是神圣的，咱是一个罪人，咱要到上帝遐，咱无法度。咱总是上帝用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做桥，互咱经过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耶稣诚做恩典甲真理的这个桥梁。这就是安怎你要信耶稣，你一定有你的理由。是安那你要信耶稣，这就是你已经捌经验过，行洗礼约翰有经验过，所以伊就安尼来讲安尼吼。第四项就是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启示上帝。天顶地下无想出别的名，互咱通对伊来得到救。世间神明坐甲塔岛山。大家伫要拜神的时，拢想讲我若得到迄个神来中到六合彩，人中到什么款的大奖的时候，伊才是我的神。若毋是的时，就该烧掉安尼吼。所以就变做有落难神的庙安尼吼。所以咱就看去讲，行洗礼约翰伊知影耶稣基督会先存在伊甲上帝三个伫地时。伊是一个甲爸上界神秘迄个启示上帝迄位安尼，这是行洗礼约翰的经验。可能你的经验甲行洗礼约翰无拄拄完全共款，总是伫迄个过程到最后，总归还是这几件安尼。所以表示讲，行洗礼约翰有经历这个，经历了后，将这个来介绍，互伊学生安尼。但第一个大部分，咱看耶稣行洗礼约翰介绍伊学生互耶稣的时阵吼，行洗礼约翰伊认捌伊家己，我到底是几罪？我到底是什么人？我要介绍耶稣，我是何德何能要介绍耶稣？所以通过安尼，咱会当来做些思考。是讲思考我家己甲耶稣的关系，我甲耶稣的这个关系是3500、5050，也是什么款的状况？影响你的介绍这个耶稣啊！你若对耶稣3500，可能迄个人无一定会信，因为你着足侪怀疑啊！有当时咱将怀疑的介绍互人讲话安尼淡含，所以你若无迄个确信，你就毋敢真确认来讲安尼吼。行洗礼约翰伊知影，我是一个旷野的呼喊者，我是甲耶稣铺路的，互耶稣人行的。这是以赛亚所讲的，以赛亚所讲。我就是咧修平耶稣的迄个弥赛亚迄个路的人。第二，伊讲我是用水甲你行洗礼，迄个更高层次的迄个就是耶稣，伊要用圣神甲你行洗礼。所以伊知影我是用水行洗礼尔，我这是初级的，我初级的教初级的人 ，OK。我若要互伊去认捌遐高级的，我就介绍伊互伊去认捌耶稣，介绍伊去认捌耶稣。第三，不太听话。所以，行洗礼约翰知影我的身份是啥物，我做我身份的代志安尼吼。所以有人讲，你若讲要分家几，至少无你嘛有50通分安尼吼。你若讲三十要分100，就真歹分，迄家几不是会破去安尼。总是咧信耶稣的人，毋是安尼，就是你要留一分，可能还阁需要问耶稣答案。总是你会坚决对耶稣的这个信爱坚持。你知影你家己无够格，所以我将人介绍耶稣。介绍耶稣，伊来世间的目的，因为伊是上帝，又阁担当世间人的罪。这就是咱要介绍互人，
世间人拢讲伊是好人，世间人拢讲伊是好人，总是俗语甲咱讲，鼻孔阿乐都无一个好人，所以好人毋代伫倒乐，所以要除掉世间的罪人呢，的罪就是耶稣基督。第二部分，耶稣伊要将伊圣神甲咱洗。我是用水，就是说耶稣伊要用圣神甲咱洗。这是行洗的约翰伊亲自有即款的经验，即款的经历，伊知影耶稣互我甲伊行洗的无毋对，总是即个耶稣是要用圣神甲证人行洗的，伊就将即个介绍互伊学生。所以，伊知影耶稣比我较伟大，耶稣是上帝差派，伊是上帝独生囝，伊要享受圣神，享受丰盛恩典，伊要随时恁这学生随时随地拢通去对耶稣。所以，这个行洗的约翰伊无保留将耶稣来介绍互伊学生。每一个基督徒检查咱是扮演行洗的约翰的这个角色。咱会当做的嘛是有限，嘛是有限，总是无要紧。有限归有限，至少咱嘛是有一份对上帝所领受的这个恩典，就用这份来讲。咱有偌济讲偌济，无一定爱共分家规，嘛无一定爱不择手段，因为不择手段绝对是无效，绝对是无效。你有即讲即，有两讲两。无要紧，有人讲我口才较歹，我虽然有100分，讲30分，讲30分就讲30分，无要紧，无所谓，因为上帝知你有偌济。上帝讲这讲30分、70分啥老咧，对别人来讲，所以咱知影行洗的约翰就是这款的心。我有限，我无够格，我就将你介绍互耶稣。现在你哋来传福音的人，伊嘛足侪问题，你嘛通甲伊讲无要紧，你喊我来教会，教会有足侪遮信仰的前辈，你嘛通甲因请教，嘛有牧师，你会通甲因请教安尼吼。所以知影咱有偌济，无要紧，咱继续受造就，安尼就好吼。第二个，这个咱读的这个案例中间，就是安德烈将耶稣介绍给西门彼得。安德烈介绍耶稣给西门彼得。这行洗的约翰介绍两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所以安德烈先对耶稣，然后介绍伊的兄弟。或这个耶稣安尼，所以这是第二款的一个方式。我期待得到，我将这个来介绍给我的兄弟知。首先，咱看见讲，安德烈先去找到伊的兄哥西门，对伊讲：“我已经拄到弥赛亚，就是基督。”伊就带这个西门去见耶稣。耶稣看到伊，就甲伊讲。你是约翰的囝西门，你的名叫做基法。所以这个兄弟真有情，这个兄弟真好斗相报，这个兄弟真正看到讲，我已经拄到这个上好的呀，我为什么无爱将这上好来互我的兄弟知？这就是这案例的第二个中间，咱会通看到。咱去看见。这段记述内底，咱看见讲耶稣拄到这个腓力，就呼召伊。耶稣看见腓力，甲伊讲：“来对我。”这是约翰福音书比较直接，颠倒是腓力，颠倒是腓力。约翰记载这段这几位的人拢是同乡，阁是亲人、亲朋友安尼腓力就是伯赛大人，甲安德烈是同乡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我得到，我报人知，报人知安尼。搁一边就是腓力，伊将耶稣介绍给他但业。
所以一个传一个，101就是安尼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伊一个你要顾2个，一个要顾3个，可能你有够能力，总是会较不足。你人一个对一个，2个对一个，能力更较有；3个对一个更较强。所以咱咧关心，咱看见圣经伫遮说不然知，一个甲一个讲，一个甲一个讲，即款的方式安尼吼。咱看见耶稣甲这学生斗阵做伙时吼，因就有即款的对话。伫个对话中间，咱会通来看，这腓力甲拿但业的这对话。通过这对话，咱来学习。我甲一个未信者咧讲话时，也是甲一个我要传福音对象咧讲话时吼，我着爱注意什么？头前爱找着人，这个人可能你为着伊真久着咧替伊祈祷啊。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亲人、族长，这个族长的亲。这个人你爱找着人，你先为将这个人摆伫主的面前，找着人了后时，爱讲着话。要甲传福音，无拄拄拢你讲，就是爱听伊在讲什么。在讲的中间，毋是咧辩论，是掠条目标，要互这个人信耶稣。毋通甲话题走去边啊！愈简单愈好，愈简单愈好，安尼伊会了解会愈清楚。你愈简单，伊愈清楚。咱看伊安怎讲，伊有备而来。你要共传福音，毋是空嘴无舌，你爱先有准备。伊就知影讲，这摩西律法内底所咧记载，这个耶稣是甚物款人？伊是甚物款人？伊有备而来，伊知影。人若甲你问讲耶稣是啥物货？是你才有法度讲安尼吼。第二，你注意听，咱业伫来问那使你开出啥物好物？这是挑衅的话。你毋通伫遐将我含伊笑骂，无你是安怎安尼？听伊咧讲什么？然后检查你无法度通应遐个话，你无法度通应遐个，无表示讲伊就无才调通信耶稣。因为你袂晓应遐个话，你带伊来看了后时，伊就留落来。有一个前辈真出名，叫做刘华义牧师，已经倒转去上帝遐。伊是我的老师，真好的老师。伊讲有一遍伊咧牧会时，伊有一个信徒来甲伊讲牧师啊，我拄着难题呢。伊讲无你拄着啥物货？伊讲我咧静坐，有人朋友一大堆安尼我甲伊介绍耶稣我拢辩输伊呢，我拢辩输伊，伊讲是辩得毋对啊我拢讲输伊啦。伊有够甲我讲的拢讲水的，无输你较牛，你有读过神学无你来还没讲安尼你想伊去讲赢讲输，到尾伊讲我嘛讲输啦，我牧师嘛讲输啦，牧师的输啊。总是到几年后，有一遍去某一间教会伫遐咧讲道背灵了的时，有一个长老伊活来，甲老牧师讲：“老牧师啊，你会认真我未？老牧师，你会认真我未？”伊讲：“我看到面色咧，就看到熟悉，就叫袂出来咧伊就甲伊讲。我就是迄个时阵伫某物所在，伫迄个所在你来甲我讲耶稣伊个会记真呢，你讲输我呢？上赢，上帝赢，耶稣赢，所以不一定讲你安尼甲伊讲你讲输就真正输啦。有当时也是输赢，所以特别传福音的中间，你带来看。咱教会的状况你的人生带入去，你的人生，互伊了解你的人生，你是安怎要信耶稣？
来看，你来看哈，来看。啊，所以咱通过这来看去讲，有影要引出一个人信耶稣，真正是无容易，总是有一项真要紧啊！你要设定对象了后，是你得为着伊祈祷，你得为着伊祈祷吼。啊，还剩4分钟的时间，我讲一个故事，啊，这是事实的代志安尼。啊，这阮最近吼去原住民的一间国中，咧教迄个书法吼。啊，原来就是阮的老师吼，啊有一遍就咧讲哦，伊教这书法吼，去一间学校咧教这书法吼，迄学生啊吼，啊对开学到讲时吼，尻川拢毋捌坐过椅仔安尼吼，安尼啥物意思？教书法尻川无坐伫椅仔是要安怎写呢？吼，啊所以伊讲吼，伊这大鸡排安尼会被搞砸了安尼吼，所以叫伊学生去安尼。伊学生学期特别结束，就甲阮老师讲老师，后期喏，我无爱教哈。迄学生啊吼，真正迄尻川拢有钉钉啊呢，拢坐袂牢。啊，所以吼，我后期无爱教。啊，总是伫迄个中间，阮老师咧甲阮讲的中间，又咧讲一项。伊讲有一个学生啊，伊是对平地吼。已经无学校通读啊，所以甲伊送去迄个所在，去原住民的国中去遐读安尼。啊，迄个时阵，阮甲吴师伫遐，特别吴师有一个感动啊吼，就是讲他的恻隐之心就产生出来。迄个学生若有人甲伊关心，迄个学生有人甲伊关怀，可能迄个学生会转变啊。所以，阮老师后来伫讲啊，找无人啊，我叫学生拢无爱去啊，无恁两个人去教好无安尼啦吼，恁两个人去教。讲老师敢有法度？讲有啦，有法度啦。吼，啊，阮两个人对迄个时阵开始就开始祈祷。阮毋捌迄间学校生做营养变，啊，为着迄个校长，啊，为着迄个教务长，为着迄个老师，为着遐个学生啊祈祷安尼。啊，阮。抱着一粒有可能失败的心安尼吼，啊总是我嘛相信，阮失败无要紧，上帝若得胜就好啊安尼。啊结果阮去，啊阮吴师因为伊有写差不多120本的这童话，啊就开始用迄个讲童话，啊然后甲迄个书法做连结，因有写足侪真水的这书法，啊做连结，啊连结了的时阵。啊！伫遐甲因开始才囡仔静落来。阮逐礼拜去到车停来，还未去就开始祈祷啊。到车停来，佮继续祈祷。阮甲耶稣讲：耶稣，你跟我去上课啊！耶稣，你跟我去上课。感谢主，每一遍拢安尼真顺遂完成。到后来，阮看去讲啊，已经学期过一半以后啊，阮看去这学生啊，有法当静落来。开始写字，啊，阮甲吴师讲，迄字写好写歹不强在啊。迄伊啊坐条有在条通写字吼，啊，搁一个边别班的学生啊来讲，啊你也要写字哦，啊你国小都家己的名都袂晓写，啊你也要写字哦，我嘛感觉足安慰，伊静落了会晓家己写，我嘛互因写因家己的名，啊。通过安尼来看去，你有迄个慈爱的心，吼，有迄款的动了慈心，你就能够做事情。请因来看耶稣，毋是看咱。我相信富强教会是一间宣教的教会，上帝要大大赐福咱的牧师、中级兄弟姊妹，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机会熟悉你，求主你也帮助阮。会通将你来介绍互人，你嘛教示阮要怎样来介绍？主你感动阮，讲适当的话，讲祝福的话，讲感恩的话，讲乐的话。愿主你施恩伫阮以及属于你的教会，祈祷感恩，靠耶稣的名，阿门。